真的相信在座的每位母亲都是，有一句成语这么说：为母则强。就是来，就是外国民啊，来，同时也请记得，做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是什么呢？我真的期待我们做母亲的，当我们很辛苦，很难过，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请记得赶快找到资源。教会就是我们姐妹很好的资源。一个同性质的团体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源。无论我们在这个资源里头，在这个团体里头说什么话，疯狂，请记得这个资源，这个团体永远都接到。这就是教会里头有很多的肢体被建造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记得。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阿姨，我非常喜欢富士阿姨来为我们来献一首诗歌《妈妈的手》，请富士阿姨来到台前来，为我们来献这首诗歌。Tolong saya kakak, maaf dengan Tobijan kakak Yoroshiku。今天是母亲节快乐，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平安。我要唱这首歌。我们大家去，我的老师上来过去训练好吗？谢谢。看一下就我的心，我的遗憾对我妈妈的心，谢谢大家。
窓に名前を書くのですお母さんお母さん書いているうちに胸は晴れて生きる希望を見つけますお母さんお母さん後になり先になり連れ飛ぶかもめは後になり先になりあの顔さはしばしばPada mama. Of kurosan, o ada mama. Oh, yeah,
temani mama o casar Mama, what di mama, mama, what di mama, 我有多久没有回家？要往老家的那天，就想起妈妈的把那一番，一生辛苦。多想我，妈妈，你真伟大，我怀念你，妈妈，妈妈。阿姨，你知道吗？妈妈是全世界最艰难跟最高尚的工作。Mother is hard and best in the work。这部短片就是这样说，为什么妈妈是全世界最艰难跟最高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欣赏。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妈妈是一种24小时工作的灵长类动物。什么样是这则短片里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一早天还没亮就开始张罗自己孩子的便当，张罗先生今天所需要预备的所有的东西。孩子去学校，妈妈陪着去；孩子学才艺，妈妈陪着去；孩子生病了，妈妈带着去看病、看医生。同时里头也有很高兴做喜悦的事情。当
他的孩子。刚才我们可以看得到，有舞蹈的，就是跳那个体操的，然后短跑的，打排球的，跟游泳，全体不同的母亲，他们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是成为人中龙，人中凤。这个期待他的孩子真的是出类拔萃，无论是白种人、黑人、黄皮肤的我们，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才说，母亲呢，是这次世界上最艰难的，也是最高尚的工作。当然，今天不是要贬义或者贬低男性弟兄等到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表扬我们的父亲吧。父亲有非常棒的一面，非常棒的身份，是母亲取代不来的。当我们得到父亲节的时候，在请我们的弟兄好好去规划，父亲到底多么伟大，我们休息。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耶利米团契的一位姐妹先来分享。当一个孩子怎么去看他的母亲从小把他拉拔长大，母亲真心，谢谢。我先祝在场的各位母亲们那个母亲节快乐。我的母亲她年轻的时候，25岁的时候就嫁给我的爸爸，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以前当军人，所以在这20几年都是妈妈在照顾我们家小孩，然后我们家有4个小孩，3个男的1个女的，而我是家里最小的，而且又是女生，所以妈妈会对我比较唠叨啦，就是会比较保护我，比如说晚上要几点回家，要不然就是她一过几点的时候电话就一直响说你赶快回来，然后虽然我会觉得她这样讲很烦，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我好，然后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时候回家就跟你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然后给她一个抱抱。我的分享结束，谢谢。峰哥好像觉得听不够，对不对？回去请那个真心好好分享给你，再拨一点时间给他。果然简短有力，不一样的现在的孩子，搞不懂那个折了，给他这个让。好，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耶利米团契就是怎么去诉说，从他们的歌声当中怎么去诉说妈妈像什么。请耶利米团先来献诗风和爱。
就好像风，就好像海，就好像风和爱。当你轻声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遍地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们到老，这不同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人世上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海，就好像风和爱。当你轻声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人世上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海，就好像风和爱。当你轻声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1、2、3。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带来这首非常轻快的《巴利亚乌拉罕的来》是帕马拉丁。Hai Adil Tahawi Aminuna ketika saya doa这个短片，接下来看第4则短片，应征营运总监的一个短片。我发现做母亲的，他们不是儿女，不是丈夫，不是自己的母亲之外，还要照顾上上下下。我真的相信，如果不是如果没有爱，谁能够做这些事情？来欣赏应征营运总监的这则短片。你好，你好，请问你以前有没有过这种对录像的招聘吗？没有，没有。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工作的基本要求。我们这个工作的岗位是运营总监，但是他要干很多活，还要有耐心，还要有责任心。首先你要有充分的体力，长时间站着，还要经常弯腰。弯腰，这个工作好像蛮辛苦的。那我们平常上班一般上几天？一周工作要在135小时以上，甚至更长。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你几乎都在工作状态。那么，那除了365天要上班吗？那都没有休息的时候吗？那我们平常节假日呢？没有，五一、国庆、春节你都没有，所有的国家法定假日你都没有。感觉不是机械总要休息吧？你这样的话也不合法呀，国家还是有规定，肯定合法。那总归要有吃饭呀、睡觉呀。你只有在其他同事吃完饭的时候，你才能去有时间吃饭。那我们这个岗位更高的要求，谈判技能和这个人际交往能力，你还要具备金融、烹饪。
各位妈妈真的很伟大。刚才这几位的同工在分享，不论是用很感伤的，不论是很简短的，不论是勉励我们的，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工作了要工作24小时的领导类的动物，确实不是一般人干得了。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在担任成为父亲之后，娶了妻子之后，真的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还不信我母亲那说的那一套，觉得全世界我自己最大。等到有一天，后出一个娃儿，还被人家说，都要说你是一个抛妻弃子的一个神学生。被呼召当去神学院读书，要成为全职的服侍者。那3年的时间，这个罪名叫抛妻弃子，一直背负在刘老师的身上。有一个去台北阳明山读书，孩子跟妻子在新竹过他们辛苦的生活。一直到今天。那我自己再回头去我自己成为一个人家的女婿，没回去到国家的时候，尽我自己的能力，能够做什么就尽力为他们做什么。因为母亲在服侍老师，所以没几年了，对不对？到大的时候，其实她生病了，事实上老实说，服侍在没几年。真是福气，各位。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真的知道怎么去珍惜我们的母亲，怎么珍惜我们的家人，因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令人敬佩的。我们也求神帮助赐福我们的母亲。接下来就请我们最后一位要请他分享，也是耶利米团契。我实在不清楚他要分享什么，跟真是要怂够啦，还是更长一些，你就听乔来分享。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不在我身边，一直都是阿妈在照顾我，帮我换行李啊，帮我洗澡、买衣服、吃东西，都是阿妈在负责。感谢阿嬷，就是照顾我这么久，学费也都是阿公阿嬷在付。到我长这么大了，我妈妈长怎样我都忘记了呢。就是很谢谢阿嬷。昨天还跟阿嬷吵架，我一直跟阿嬷顶嘴啊，跟阿嬷说对不起这样。就是祝在场的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阿妈我爱你。阿妈是哪一位？站起来接受我的欢呼。谢谢乔的分享。我以前曾经听过这一句话，我妈妈呢想问一个孩子，说我妈妈当空中飞人这样子，当空中小姐飞过来飞过去，就有一天碰到了乔恩才发现，原来那个空中小姐是这样子，5拉63发左哇，所以他说是空中小姐飞来飞去。因为时候去赐福乔恩跟惠美姐妹。神与同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们的分享在这边结束，好，待会我们要请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来献花跟送苹果，这是我们往年都会这么做的一件事情，要请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来稍微辛苦一下，最后，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
勉励，好，最后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勉励。可以看得到吗，各位？帮我操作一下。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读过一段文字，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就是说，当那个大树想要停止的时候，那个风子来想，还是要让自己在摇晃的时候，那个风非常的强。他就是人说，当一个孩子，就像刚才那个正发会长。这个团体会长所说的，当他自己长大了，有一点能力了，可以照顾他的母亲了，可是母亲却不在。子欲养，当做动词，叫做生养、养育的意思。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只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给我们母亲一个微笑，现在就趁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给他一个微笑。如果我们等待，就会来不及。如果有一句仁慈的话，现在就对母亲来说。如果你有一束鲜花，要给我们的妈妈、我们的母亲。待会也可以一并来献上，而且将这个鲜花就插在他的胸前，在他额头上献上我们的亲吻，如果可以的话。最后第六个部分是，倘若我们要等到我们的母亲离开了，还将这个鲜花摆在他的棺木前，实际上对母亲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当天使来欢迎母亲的时候，进入到这个黄金的彼岸，圣经这么说，叫天堂乐园，他就不再需要这些了。所以待会儿我们用短短的时间，在请这个儿童主日学在送苹果跟鲜花的同时，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兄弟知道有的母亲无法来，有的母亲离开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位母亲，假如她是你好朋友的母亲，待会就坐在我们母亲的旁边，丈夫也是如此，就给我们的母亲一个温暖，就一起为她做祝福祷告。Matinisan ko pulong hawi ayaw pagkilan ko buka mga awan kita tukibo hanay kita hawi ayon tapi bitulun di padama bina hanay saringangka. Selain itu sering memulung arata ka awai ko yung kay kumita ko yan sa ini ko dira atau ay hawi Bakit kita mingata to ka naman kita saringangka kita pada baan sira amin tulong dan kita amin pada mat segana ka pakalayan ke senai kekarayan palikuan teramanay sinakit atau sepalamas kita paham kita dan segana 这个时候我就请各位姐妹弟兄稍微可以挪动我们的位置，可以来到我们母亲的位置上面。或者说假如我们母亲不在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熟识的姐妹的旁边，我们一起为她来祷告，可以吗？现在就开始，好不好？如果没有妈妈的那个父亲也可以代替妈妈，可不可以？好，我们就请了一起来做这个动作，可以吗？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一起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不用给她什么动。请不要不好意思，这个祝福非常重要。原住民真的很害羞，我不知道怎么来祝福我们的母亲。好，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如果一旦这个母亲妈妈不见了、不在了，所以刚才所说的，你再献更多的鲜花，再为她唱更多的诗歌，各位，那个对她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可以请个就近的，可以找到你熟识的女性，把她当成是我们的妈妈。弟兄也可以在一起，好不好？好，看不够。那个复杂
可以坐在他旁边，一起为他祝福祷告。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时间来一起来祷告，这个大家都好，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感谢你。